呢台 Mini Creeper 嘅車身。生鏽穿孔、割痕滿布，舊時嘅光澤早就被歲月磨走晒，但係經典唔會被遺忘。翻新嘅每一步都係對老車嘅敬畏同較真，用專業工具精準切割，唔留半點滲水生鏽嘅隱患。焊接完成即刻上環氧防鏽層，用噴槍均勻噴塗，讓防鏽劑牢牢附着在金屬表面，從根源隔住空氣同濕氣，就算日後淋雨暴曬，都唔怕再反鏽。接下來就係全車打磨，先清走大塊舊漆同鏽跡，再換細砂紙逐寸細磨，連邊個位縫棘處都唔放過，磨到車身表面摸起身滑溜溜，無半點貓特感。最後再上一層清漆，提升光澤度同保護力，等車身睇起身锃亮通透，就好似出廠時咁嶄新。切割焊接防鏽打磨噴油，5步工藝步步到位，每一個細節都唔肯敷衍，每一道工序都藏住真功夫。舊痕褪去，經典重生，呢台 Mini Creeper終於重拾昔日光彩，再次驚豔亮相。如果你都有想來翻新經典舊車老車，可以來中山寶德揾我哋。記得關注我哋中山寶德哦。